这初六开工，行政院长杜英泰咧主持新春团拜时阵，讲到这总预算互人抬掉，所以现场是连一寡地皮都拢无啊。也那这选罢法复议案的公文，立法院今仔日是正式收件，民进党团呼吁院长韩国瑜都要赶紧和调野来协商，也毋过那白定也说话讲未互复议案过关。 春节连假了，开工第一天，行政院长杜英泰主持行政院新春团拜，杨国副院长陈立军因为代表行政院长参加重要的会议无到场。杜英泰讲，本来是传好，甲以前传统无同的新春团拜，杨国总有算被删除，现场连茶甲点心拢无，也个讲到手翻译无的代志，强调伊会想办法来恢复。第一个向他抱歉是，我们连准备最简单的茶点。 不是省了，是没了。杜英泰讲，新春团拜了会随召开政务会议，盘点今年重大政策。严国行政院伫咧2月2号已经将选罢法复议案的公文送去立法院，立法院初三已经收件。民进党团希望立法院长韩国瑜赶紧召开调野协商，排定处理的时程。复议案。 各党也都有相当熟悉的一个运作的状态，民进党团就是守候等候，希望韩院长赶快上工。杜英泰上任了，到即马第3遍复议，那边再一遍讲会反对复议案。这么严肃的复议权，竟然被你拿来作为拖延法案生效的工具。提复议是行政院的权利啦，哈。 但复议提的这么频繁哈，那么我觉得民进党也是一绝哈，该怎么来去投票表决就怎么投票表决。院长蓝白扬言说这个复议案不会过关，你怎么看？新年到了，多做一点对国家好的事情。杜英泰希望新春的喜气会让强调政治的强局，不过行政院开春的挑战真多，未来针对着总预算案在违法是不是要提复议，一个复议已经被法国的宪法诉讼法做落来免怎处理，拢是困难。调野安怎沟通攻防，怎么大家拢等咧看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